我先讲一下，他是有拜过业绩第1名。哎，拜托，这间庙是他的。对，哎呦 Oh no！ 呀，他还没做请人家闯床的东西啊。哎，各位小朋友 ，1 2 3，你会吗？你念一次。1 2 3。这公一拜2收吧，扣1000块，扣2次就没有钱了。哎，对，亲眼到哎，师傅那就是我啦，来。没呀。我妈妈都说这个叫口香糖，因为你要咬团。代表嘛改呢，瘦个。哦，齐师傅，小朋友连是结论都没按过，哎呦，还是3飞机耶。所以唐起来吉良沙吼，他要摆请进后面啦吼。没有。没啊，用啊。我们你要点切爱心呢阿哈。婆的爱心，哎呦加分。你口听阿婆没会切。你梁山怎么敢买好媳妇啊？不美观啊。不美观。不美观，他是贤夫哎。对啊。你彻头彻尾的形象包装很完整哎。我们练这个已经练很久了，为了这道菜已经煮了3个礼拜了。Hello， 各位电视机前面观众朋友，大家好。还有所有现场的乡亲朋友，大家好。我要数宽，一家之主，感谢民族。开创把票。今日呢，你来到桃园啊，特别特别一个素菜呢，係桃園嘅觀音。啊，有冇去很幾特別咧？哦，因為呢，今日你來到一間宮廟呢，是全台灣唯一嘅禮教正式的寺廟。哦，咩係因為你一片係愛主創哦？哦，唔係，而且也特別呢，哦，地圖有經風一嘅開葬神房哦。哦，咁我除了開葬神房之外哦，嘅地位你看天內，你下看到係嘛嘅顯靈啲嘛？太極。太極，你真的很厲害，果然是博學多聞，得過金鐘獎的女主持。安子飛，你今天是有做虧心事嗎？有吃糖。OK， 去寫聽。好啦，總共一啲呢，你今日來到一道 V 嘅寶地，馬上呢就來金行比賽誒，提前了非常多嘅係，哎，這了不起了！哎呦，亞太地區的冠軍，總普斯提名嘅就可以列，請入房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李師傅你好，哎呦。哎，你節目非常公平，昨天繞牆一來哦。他現在 schedule 排到2038年，整個亞洲跟太平洋地區包辦。哎呦，啊三下都有繞牆到2位吼，沒厲害咯，你下好節目講唔聽咯，你係林迅傑林師傅。各位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伊喺那邊較皮耶。係啊，就較皮咧哦。本來以為你這季來的時候會佔這個位置，結果。換一下吧。哎，今日兩個主創嘅突然誒，總得玩呐。好，接下來分享到今日潛水站，你特別呢係表姊妹嘅，分享到歸隱記、老兄弟記。哎呀，哦，感情安好和受騙受嘅哦。但係你諗出嚟分享到係咪係表姊妹啊？嗬，鄧慧萍啦，林心如。哎呦，哎，梁祝村受騙受。這邊算是地主隊了，都觀音亞特別。請問一下，觀音亞特別有乜你推薦呢？好食也好料的咧？該南部該向陽農場，就會一個花園農場來看，是不是？啊，有該煮個糯米飯吼，都可以該醃製嘛該做的。啊，因為桃園地區很常辦花季，對，魯冰花啊，加個也有向日葵啊，你頭髮也都懂到。有彩髮未動到啦，其實動到髮啦，啊，基隆沙是係髮係嗎？兩蕊髮，兩蕊髮係嗎？哎呀，都這樣，你看完全沒有害羞的。哦，就喺你除了改片吼，我問一下咱水吼，做啲推薦一下，還好後上映做啲戲嘅素材啦。大溪的那個觀音寺廟的風景很好，很多做業務的都去那裡拜拜。哦，所以改片動力呐，所以唐期咧吼，突然哈，做啲戲雪拍，做啲戲開發，和做啲戲擺巡，一日遊行程圈做啲都突然。唔過呢，今日兩個包括地主隊、觀音亞道 V 和個太海區都要馬上來進行一個體育館嘅挑戰咯。料理逢6點，兩嘴會用現改嘅方式，結聽主要食材，沙頓完成自天愛做嘅料理。喺呢之前，唔知會觸到馬街食材嘅情況底下，兩嘴會因為太緊張亂分夢，還有兩嘴冇觸到嘅食材，你會由主廚來做示範，到底會變化出馬街想唔到嘅料理呢？最超級、最神奇嘅比賽，馬上開始了！
马上呢，我来进行体育馆的挑战，就会料理凤绿蛋。我亚哈呢已经免疫了，因为你下回就改变嘞。对，最少系就系做得学的东而且西啦。你们已用啥？按刚刚做出了，给他得出的题目不至于啦。对，如果真的至于这样的话，你们就自己想办法咯。想办法，对。看看一下今年要做嘅題目係嘛嘅？冇小雞。哦，玩雞兒啦。對耶。所以最少嘅三家店嘅地位度，可是我要讲一下雞这个料理懂对时，因为压度后，新年份呢要抹一归节，生抹也对身体靠后，还可以除湿。对啊。所以不要把梅子换掉好吗？不要换桃子，拜托。係玩雞兒，那譬如講買嘅梅兒少婦酒，哎呦。不要。好，來再先看一下。剪刀手部，因为你应该很厉害吧？等一下哦。先冷静。我先讲一下，他是有拜过业绩第一名。哎，拜托，这间庙是他的。OK， 好，剪刀石頭布哦。来，剪刀石頭布。哎呦，好，地线先。你先，我马个点。是走在线底下的哦。好，你要这个对不对？你用这只手才会顺。1、2、3，打过来。耶！盖尿不滴的出手嘞。哦，我好久没有抽到正确的食材。要口呢也冇口呢，再來。該摸要少钙，要口呢係鈣胸部，然後鈣鼻喲。應該摸口呢啦，因為摸。因為他們倆沒那麼好心嘛，哈。哪間？好，玩你了，星雲，因為選哪一家？好，我幫你看好不好？兩家。好。1、2、3。幹嘛開？我以為有番薯啦，番薯 OK 啦。摸要少番薯，哎，摘菜啦。哦，摘菜走對嗎？哎，走對。他們兩個那個眉目之間這樣，走對。那你有可能嗎？好，因為係選舉出嘅題目嘛，你等下自己負責哦。沒嘛，好，沒吧。打開都本大家看一下。1、2、3，哎呦，滾衝啊！你們呀，還沒做請人家蟲蟲的東西啊？你們現在都偏好找長條形的。為到愛全面機前景係緩衝愛，那二來本大家看。試試看呐，愛皮看看呐。試試看呐。看那芥末。哎呦，牛很糗哦。好了，這是你的。好啦，我只能說甚至加油了啦。咩啦，兩挨啦。哦，你的。係啊。係你嘅。我都冇講過啊。沒關係啊，你亞太地區第一名啊。對啦，係啊，做得。好，拿起來，你拿錯了吧？哦，Andy 係犯輸了，這樣是好事吧？走對啦，好了，馬上就有金行體育館嘅挑戰嘍。好，馬上呢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，太極架都出到7家食材嘅，請問一下，風吹準備好嘅，有信心冇？有，真啊！一定要有信心哈，不過談看一下，還好台上嘅冷吹有信心冇？有！比賽嘅結果已經出來咧。兩吹都已經準備好勢，請拿出人嘅本地好好來參加挑戰。馬上來進行比賽，倒數3、2、1，請開始。哦，開始，實在開始哦，哈。一個妹來燒呀，冇叫我嘅食材啊。其實我覺得我們兩個應該都還算簡單。最主要的。挨嘛哈。係啦，實在係快嘛。一個妹蠻認真咩啊？呀，你自家煮咩啊？哦。要自買東西啊，烘水也係嘛嘅。一可能嘅米酒啊，那酒煮咩啊？淑麗姐很會切，年輕的時候還做嘛？該做什麼？更好命啦！現在就更好命啊！對啊，喺年會記後生嘅書姐係做日本線上嚟，你做嘛該嘛？記按到淑麗啊！哎，各位小朋友，1、2、3。好，你講該係哦。很尷尬，有你剛剛沒有人要理他。你躺學嗎？你會嗎？你念一次。1、2、3。我自己負責。這公100朗燒吧，扣1000塊。扣1000，扣分了片了，然後扣2次就沒有錢了。哎，對。該買粉。那是什麼粉？該種係番薯粉啊！哎，我覺得淑麗姐很有架勢哎。對啊。李龍莎很確定自己要怎麼做。哎呦，這都攞住。龍莎應該默契動喉啊。甘英貴姐，你平常時黑做嘛該？都看憨憨摸水做。甘英的人都是當貴婦啊。哎，不是，那2位不是，我們先去看一下。哦。好啦，咁而家就繼續做哈。好，加油加油！
幸运啊，问一下吼，因为制作单位本身呢题目嘅细节咯，係講冇有少改，不過你下手都係犯書，你下有買改變嗎？沒有，當機來做。係啊，犯書是犯書啊，冇老片。切的切片落去炸锅，炸锅嚟將攏係用鹹酥的概念攏去做。我給你們提示一下，亞達 V 嘅全台灣最會做呀嘅大菜就係，但是他現在可以，總得讓你停手。啊，解一下吼，幸運講伊係解苗吼，用苗吼係擺業績啦，有業績啦。啊，本身有去過。有啊，因為兩手會控下魚啊。控下魚。係啊，不要靠那麼近啊。係會緊張咧。我無緊張吼。係啦。其實擺你門內邊講，佢頭擺係做馬街。第一個人有人說我以前蠻好命的。輕點到誒，師傅來。那就是我啦，來。啊。因為跟阿鐵辦書嘅時間係 keep 到啲孫頭啦，他看到我緊張啦，係啦，應該是我的問題，係咪勇哥？係啊，係啊。第六等下切好之後，還有那魚泡啦，先幫你切，先魚款應該片，看兩位貴婦。它放醬油就是上色，那樣的好看啊。上色。朱麗姐，你嘅拿手菜是什麼？我什麼菜我就煮什麼菜，我沒有固定說一定要。大概都會煮。哎，你現在平常的興趣是什麼？我平常的興趣打高爾夫球。沒有啦，沒有啦。然後看股票。煮菜呀。哦。啊，哎，你剛剛重點來了。梅子，先不用救嗎？哎，這個有去籽嗎？要全部換嗎？換你兩個吃米頭嘛？那是味道嗎？要吧。那款機嘅概念吼，係半熟嘅水節是加落去。做乜嘅？冇。嘛，記得貴婦都是比較闊氣的。係啦。哦，所以等一下添一下去做得啦，吼。係啊，添一下吼，一下就下快速啊，啊就下。cái mì thô nó mới出嚟。唔做得挺熟哦。用布料挺熟為裸體咯。硬啊！而家弄啲款咧叫唔係很軟啊。強龍係番薯款哦。咩？朱麗姐，我感覺你很有那個大將之風哎。你現在太嚴肅到我們節目難得這麼嚴肅。我們其實是合家觀賞的。你再這樣下去，我怕。會變新聞頻道。其實擺你門內邊講，佢頭擺係做馬街。第一個人有人說我以前蠻好命的，真的，沒有人這麼直接。可以嗎？好，可以哈，可以 OK。好，那我們就過去了。好，開始播咯。開始播。哇，會用大本冇啊？下晝都係要抱起來。咁外皮嘅款係馬街款啊？番薯粉哦，強龍係番薯粉，番薯用番薯粉，用番薯粉一扎。不過說真的，你平常有做吹嗎？平常冇呢，難怪。他用啲東西做馬街。貴婦啊，你也是貴婦？係啊，因為唔記得咧。因為看起來不太像啦，所以我在確認。喂，因為聊天冇關係，真係搞唔到唔係。係啊，咁樣都係。貴婦聽從50歲以上，看起來18歲啊。貴婦是天津嘛？好啦，你看戲應該拍喺那棟挺久咧。親眼到誒，師傅來。那就是我啦，來。他係腰皮沙，到底係馬沙？小鮮肉。你們兩個一起指好了，這兩個都很小哦。1、2、3，一沙。你們指誰啊？天數啦，兩扎。好，甚至是好來。好，所以因為欠幾類破哦。冇，你要變做啲破啦，好。意思快事。忙，靜你上好咧哈，莫要少飯書哦。意思搶開始。哦，來哦。好，2、2、3。哎，現在你們的福利還不少，就這樣人的。也殺幾片呐？卡定看就做嘅。卡定看就做嘅，搞本就做嘅。冇時間咧。搏下來啊，long天數啊，long天數。做唔得天數，不能天數。夾。哦，你還有先鋪好場所在做哦。哎呀，唔啲啦。哦，跟住跳住。跳住。好。
哎，几时开始？时间袂到呢。咩你下张开始？好，关我。负责分。哦，还有9、8、忙， 6、5、忙。4、3、2。这个放这边，按你自己。好。时间到。起你喊梅头，等一下，不给起你喊梅头。时间到了，时间到了。它是鲜肉呢，时间到可以吗？鲜肉没有特例。对，那我来。鲜肉在那边吧，那边有鸡胸肉。这里有乌老肉。好啦，自家试一下。捏梅头是好啦。哦，捏梅头系捏梅头。好，我同学嘛，同需要。哎，可以塑造来，可以塑造来，可以再加点水。哦。可是俺有一个疑问，你还从未忙切嘞？唔怕，给青蒿张来配色。摸马西见哦，你三英走在线前。切呢，切好嘞。哎，你就躺到场外上映哈，你讲我读书嘞。时间袂到咯。13啦，呀，不用落去。我们看一看红队哦，哈，来，好了。怎么样？哇，把溜呢？可以吗？你这次回来你有笑容了，我好开心哦。你刚刚有拜拜哦。对啦，会紧张啊。梅头就起锅嘛哈。看看你刚才吃觉得 OK 吗？我个人的口味是 OK 啦，但是大众的口味看看。你都有某种的肤质挺熟爱哈。咸的味道哈可能会比较轻呐。我们请马上倒数了哈。好，天场马上来倒数。4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马上出来吃看哪一部卡米西卡好吃嘞？好，今天我呢用一个梅嘅，係個有梅酒，叫下來小有無佢嘅食材，看起來呢都係有法拉比堡，異常顏色，先來吃鳳切，好。給下面就直接就70個了哈。當針對我用當卵哦，大家來吃看下哈。哦，咁每次挑到肚河呢？想點咩咩意一雞肉算係小鮮肉呢，凍嫩。像你啊！哎呀，东北广播哎，那个举牌的先来，还红队1分。喂，这算甜嘛？肚河啊，冻河水，冻河水哈，等满意。我想谈嘛，肚河又带有米西，已经完美呈现这个梅的小肌肉哎。这是款烂嘴，等下综合评论一下。来，哎，某种的饭酥做的，爱用做梅的 Q 梅耶。好吃哎。番薯老梅耶，当干咩？韩国 Andy 蓝水占了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。系讲因为番薯本身系甜嘅，所以配到嘅梅的酱酸甜，嘟嘟好。英贵姐知道嘞，还是我们的比较好吃？对呀，对，梅子薯条的概念。哎，有种。刚刚师傅就看到两片，有点像那种亚西地维族就买了蜜地瓜、蜜番薯。而韩国就破锅，所以它的那个酱汁也有那种包在外面，对不对？这两组可以来呢都当参掉哈，马上就来评分呢，紧张的时间到了，先抢齐师傅抢分数，耶！大家来看一下林师傅抢分数。来，齐师傅抢公平。好，那么本两片小巴还有是给。该鸡肉要煮到嘟好，记得该梅子的梅头又出来，是正常的样面。按我本来片的想法是讲，该地瓜因为其实你咪做得50個該粉啦，50個該粉要麼攞去泡，泡的時間應該切嘅形狀向下太細，按下會又會又熟又會冇熟，你摸個該粉要話該做該梅子汁又它比較容易吸收到地瓜地瓜。还有煮个汁安样啦，是正常的原因，用片都做动。因为给他切饭酥给时间来 keep 到这顺头了，他看到我紧张啦，这是我的问题。哦，系啦，系咪用讲？系啊，系啊。好啦，你嘅想法系嘛该？中推街菜都挺好食啦，不过凤腿街肉啊，滑溜安样，青葱爱个小鲜肉等级个。哦，不瓜派。青卡讲就多了，自己说就太多了。好啦，那人堆呢？该地瓜青葱该讲该蜜地瓜，爱就
比较好食嘅酸甜。看你女朋友我就知道了，你好食甜嘅。好啦，所以兩沙嘅想法冇強容。冇唔錯，唔過呢就做得證明講，兩組多啲關地度都會表現到十分戰鬥嘅。唔過沙下來，正經嘅難關我來了。關於齊師傅呢，我要用粉腸做出一個梅嘅手機嘅口味，馬上來看下咯。緊張嘅時間真緊到了，我嘅比剛好比上人嘅緊張。係啦。到底一個粉腸我攞梅嘅結合，一般來講，我用一個酸酸嘅東西去鉗它。粉腸的米湯嘛，對不對？梅子可以做得到嗎？計時。冇啦，沙沙來做。先開食材。愛手到嘅梗粉腸啦，嗬。咩？你手到係春下落嚟。春下落嚟啊。咩粉腸啊？咩？即刻拿出來了。咩？很對。而家係葱嘅強龍啊，嗬。好。而家都係隻姜馬田啊。哦，去味去腥味嘛。好，而家你開始啦，哈！然後粉腸要先燙過。粉腸我先燙過哦。不給去腥味。燙嘅書之後加姜媽嘛。你用啲啦。係啊，拜託。然後加梅油啊，然後咪變落去。哦，係加梅油。加等下做咩？咪做得去腥啊，哈。啊，啲薑片。你一定需要這個。米酒。我哋咪用下去，哈。少一點。好，而家先備料，個人啊 cam 下手啦。最主要要鋪要撈給出特價嘅米湯嘛，哦，星雲你是不是看不到？你現在都在看小鮮肉而已啊。對啊，他剛才摸。你的視線內只有聖子。係啊，而家先來。問下街下嗬，好啲摸手到粉腸嘅應要嗎？有，全部有啊。本身會處理該粉腸嗎？很少哈。他說他很臭呢。因為福利姐是貴婦，他不會處理這個。我得要讓它變不臭又好吃，好不好？這才是厲害的地方嘛，哈。不過我們要學習。他有帶香水來這樣。睇下攤看一下，等下你要鑊愛做馬雞。炸呀！要炸馬雞。你要幾度啊？粉腸哦。我要切的要純味，沒切蔥。腸誒，差唔多誒，兩個大小、長度這樣。先，所以你看燙個殺個須節做啲先皮料，做啲先備料，然後燙到結球啊，燙到結球，佢點解我們看得出來是熟的，變硬哈。所以唔是先切過，先燙過再來切。因為佢睇切要把個用收唔好切，燙過都變硬。應該最難的就係腸誒處理誒。冇咁錯，燙哦。那個是不是要炸過還好食？哎呀，故做給用熱油放起來再炸。泡泡，哎，我其實有一個疑問，那個泡泡是那個嗎？肚子裡的東西嗎？咩吧，肉對呀，都不然用音啊。哦，就燙肉也會這樣啊。對啊。哦。歐洲泡，炸到一個泡泡咯。泡豬腸嘅書姐愛過款嗎？愛，一定要撈幾遍到唔會潮啦哈。可是我就是喜歡吃粉腸本身嘅潮味呢。莫名的用。你等下做得起咧？但這樣覺得？不是，你去喝那個湯。等等，你們真的是覺得這是開玩笑嗎？你不看豬腸嘅書姐是按用音。本記同詞一下。殺過以後，聽錯係條魚膏。我幫你弄條魚膏都給底肚衣啊，就變成知道什麼叫？就變壽喜燒，真的，我就覺得你在開玩笑，你吃給我們看才知道。給你準備嘅量唔辣啦，有啦，有啦，等下切唔讓做得起咯。啊，話講太早了，唔怕唔怕。我媽媽都說這個叫口香糖，因為你要咬唔斷，代表乜計呢？很熟噶。李師傅，佢睇我連食結論都冇按過，我是三杯雞啊。所以糖起來幾兩沙後，睇我擺前進後面啦。沒有，我們要點切愛心呢哈。阿婆會愛心，還要加分。你口聽阿婆未會切。你要點去籽啊？哎，我們剛剛都有去籽嗎？有。要到那個豆面面。哦，豆面面啊，該下哈，你兩組全部摸豆的面面啊哈，所以可能差在這一步。你要最後吃的哈。我不喜歡長長的東西。民主節大擺看到長長嘅東西哈。摸條魚膏。唔會潮誒，用英雄會選嗎？因為牙椎就懂出誒啊。係啊，用英嗎？哎，好 Q 哦。
我妈妈都说这个叫口香糖，因为你要咬脱，但我现在就不知道该吞还是该怎样。咬不通一定代表嘛该那瘦噶。齐师傅，昆虫有颜色沙西米呢？冇啦，有啦，卡起哪只国家？哦，不要弄去姜阿婆哦。哦，这样油长不香。安用还没黏该无个呀。安咪做咧去腥啊，係啊，兩味去腥，兩味去腥。你做咩加米酒哦？要做咩加米酒哦？加落會變樣斑啲啊？好火。係啊，會長青春痘。冇時間啦。係啦，提這擺款你做安球呢哦。有哈，個人造業，個人愛人之心不可有啊。凍腳哈。你還會溜電哦？會爆炸哦。唔會，要過款下走。你係番薯粉嘛？係。其他嘅款做得嗎？未做得，麵粉未做得。就這種因破東西嘅，其實喺我哋用蓋卵呢，就蠻正常嘛。蓋卵讓它比較又該黃金色啊，黃色。然後波香蕉未得破，因為要時間要還滴答咧嗬。該係一條過橋。每一個問題，係咩按用破過後米頭會看唔會按出香。嘿，你都要洗地。所以比起用車架不用炒誒。好。這樣子比較沒有那麼臭。好啊。等下洗地，唔會按手手啦。你睇先攞一邊。因為這邊有點椒鹽了。嘿，好的呀。鬆斷。星雲真嘅完全被甚至擋住。他在你的膀背底下，在我的肩膀旁邊。他就是一個成功的男人背後的女人。像你阿師姐要啊，要通勝表。同我先炒過。半機焦化。哎呦，先放藥用。葱先半機落去。呀。哦。先不用水，這樣不用用哦。是梅頭哈。安是臭嘞。自己也師傅就是師傅。今日係浮誇派的哈。有啊，我未冇見裝嘅呢，咩唔冇見裝呢？我覺得雖然講它都壓鋪了，它還是有婆哎。收汁嗎？你看有啊。因為我們加了該地瓜粉有啊，叫佢收汁。牛啊。好。哇，起鑊嚟哦。起鑊咯。哇，你一陣按到正經嘅法拉比博。原來還用擺盤哦，像金箔一樣。用是當場串燙出來。好，拿起本睇看一下。冇有少盆蔥。用就好食咯。其他嘢來吃看下，都帶下嘅每嘢來小粉腸很用白，你們想吃嗎？都想哦。好，來，我們馬上來品嘗看下。來，這厲害了哦！關於呢外形有點像烏誒。好食啦哦，正經冇臭味啦。平常時就會燜該調油膏啊。如果今天有就按用該梅，按用燒，就是挺好食。我試過按用該梅頭啊。炸過吼，不一樣的感覺。底下天是按熱，這個梅啊、粉腸啊，酸甜甜，按用就凍好啦。一般來講，你係唔會處理粉腸的話，記得要先燙過或者泡過，烘到它還有一些小訣竅，記清楚來咯。好，緊張嘅時間到了，馬上就來進行最關鍵嘅決勝負嘅一關。料理有意思，踏出料理嘅背後都有無窮樣嘅故事。啲主題公布過後，兩嘴愛找點題目來做料理，到底會有乜嘅神奇嘅，也係感情嘅故事呢？大家夾夾坐過來，一家之主上菜了。好，馬上來進行亞關呢，我先來看一下師傅俾你出嚟乜嘅題目，有冇有乜嘅難關呢？好，紅煙嘅梅頭。紅煙嘅米線，我想到乜嘅？那紅煙米就是竹筍炒肉絲吧？哎呀，誰來就安用音啊，對吧？你的應該比較好，因為想到乜嘅？爸布。
爸爸哦，你看，佢爸爸非常食機啊。好，來看一下風水同樣嘅米絲係乜嘅米湯乜嘅菜色？三杯解啊，了落係愛咩啊吼，學三界成因，非常辛苦，生生欠欠吼啊，本來講說了下河，三界成因就是河吼啊，有營養吼啊，所以了做了三杯解吼，本來了三界愛姊妹一樣食啊。這是剛剛做的是到三杯雞。啊，愛咩咯？懂幸福嘅，客家人種都食成因啊，種生啊。吃到呀個三比嘅時間就會想到媽媽咪嘛，所以我們這個厲害了，三比嘅很簡單下手，不過呢帶點有媽媽咪頭童年，但是把眼淚收一下，我們要聽沒有誠意，因為要聽好笑的故事了，眼淚要立刻收起來，然後，咱唔是今日帶來嘅料理吼，誒，動身起咯，個菜名係乜嘅？山水相遇，跟山水相遇係嘛嘅？從小喺阿婆太太啦，因用啥就唔好食嘅山藥啊，個龍嘅烏嘅啊。阿婆講啊，細時嘅啲就懂營養啊，就種得挑食啊。好，佢就讓你變化料理，誒就想到前邊煮啲道料理，就條個唔好食烏嘅龍山藥。都結合啦，唔係人係做係阿婆食筍呢，係啦，因為呢我本要營養準備係當重要嘅，均衡。但是最重要的，你呀都可以可以全是阿婆的米頭、媽媽米頭，自家有信心冇啊？有嘛？我們變小聲了哈，哎，你有信心嗎？有。好了，比賽馬上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。開始哦。真經冇咁簡單呢，細時間呀米頭係乜解啊？係媽媽炒嘅米粉。媽媽解，難怪其實買就是都炒米粉都會想到媽媽。下一次我們盡量不要炒米粉，盡量不。你咧？你會想到阿婆做嘅飯嚟啊？哦，飯啊，雞飯啊，之類都就。哎，咁你會做嗎啊？我不會做啊。你們做哎？係啊。哦。哎，航班的加分。做對啦，做得好。好，來，馬上來看一下。等一下，貴婦，你要先煎還是先切？先切。你確定？唔係本機做，可能佢阿妹轉阿用做。好，確定哦。哎呦，你還去骨的哈？去核的哈。對呀，不要在這裡一直都不完整。哎，不過我覺得啊，亞翠翠真嘅係媽媽嘅愛耶。那條拜我聽我爸爸說，條拜要連是雞卵都冇按過，更何況我是雞，還是三杯雞耶。所以唐起來雞兩沙吼，條拜真經好命啦。沒啦。今日除了個三杯乾用，還要準備很包谷哦。哎呀，愛用點嘛，愛用下好食的。剛剛有都不卡先練習跟我們淑麗姐這道菜，時常在煮啦。哎，等一下。你看有切的這種雞耶，要第3隻嗎？這樣夠嗎？看你呀，我也不知道。你決定一下，我們先過去好不好？你們討論一下。好，嘟嘟後兩句後尾哦，哈，好。哦，還有水蓮哦。係啊。誰去接阿婆沒煮到凍碰牌呢？不是，我覺得吼，連係真給阿婆老受有集合小朋友唔好這些東西，全部不用要誒，搶菜、烏誒、擺山、那個瓜誒。基本上是沒有一個小朋友愛吃，黑哥不用一個雞塊進來就 OK 了。好，啊，等下煮個山水相遇，有嘛個特別嘅素菜嗎？哦，呀，面有山藥啊、五味啊，嘿，還有那個山水啦，係啊，那個人家上當球，嘿，因兩沙上多誒。山水相遇啊，遇係五味嘛，芋頭啊，對啊，香嘞，香吉士啊，你看，難怪好朋友。你要切愛心呢哈，阿婆會愛心，還要加分。哦，你口聽阿婆未會切，你自三英做啲先攞去做咯。對啊，冇乜耐唔齊哦。你做啲先炒啊，係啊。乾肉係嘛乾肉啊？里脊肉呀。肉啊。所以緊緊凍碰牌哈。要油溫又藍哦。哎，可是阿婆條牌做本身，但你後來有請阿婆講唔啊？有，阿婆有攏啊，已經講誒，已經出家就。好起來哦，攞件好起來。誒，啊阿婆教你兩套菜嘅時節，就特別交代嘛，係冇？用愛心做就錯嘞。用愛心，那你有了是不是？誒，錯。對，有愛心。等一下，你掌轉來好嗎？好。好，來。哇！哎呦，你都未叫愛心呢？哦，你馬上切個愛心切到安醬啊！
拄好切到风吹条嘅地袂拄嘅心诶。冻姜呢？安袂吼。哦，真嘅係媽媽嘅愛心呢。对呀。你们真的是没有在让对面的后生人哎。哦，冻厉害哈。我们这边也很黑有场好吗？哦。阿妹通嘛冻袂。这锅煎啊。这锅不用。这要不要先煎过？会煸一下。不用煎。不用煎的啊。哦。煸，记得袂有香味啊。用煸，用麻油。哦。麻油啊，下香下鸳鸯啊。麻油的温度咪怎么了调过哈？会腐啊。嘿，哦。可是，一般来讲，煎肉没有先捞给干煎过嘿。哈用，我可能给阿妹咩？阿妹系安用炒的啦。是啦，安用啊末用这样煮啦。因为伊末是该盖用调硬啦，啊就盖用末先煸啦。哦，你要用调油系啊？嘿，调油，用着调油，啊又含咸面啊。咸面就要从个披萨做麻油盖强用。是啦，咸妹讲安用呀，抹面啊，是微微啊。用着咸淡啊，嘛还好食。好了，本机冚一下。好，你先讲一块海南水。好。哦，粉讲来做哈。肥片。跟52破嘅水水冇过分哦。冇，因为为了健康。应该葱嘅长短切到强用嘅哈。强用葱的哈，谁许这阿婆是用里脊肉吗？当然没有那么好啊。阿婆用埋咁用啊？3层肉，3层肉，3层肉啦，3层肉，下推啦哈。对，我两下记得做嘅好控甜呐。阿婆压几多些？阿婆俩冇台咧。所以像这边咱会上煮了头米汤。那平常时会煮两本不看人生吗？有时间我呀，像阿婆的时间就会有煮，好感人哦。有流眼泪吗？有啊，你看我有没有？有，那你走远一点。你梁生做嘛个唔会好食腐啊？不美观啊，看起来不美观。不美观，他在嫌夫哎。对啊。拢给回温一下。还用卡素，厉害哦！你彻头彻尾的形象包装很完整的。我们练这个已经练很久了，对，这道菜已经煮了3个礼拜了。像阿婆的时间就会有煮，好感人哦。有流眼泪吗？有啊。你看我有没有？有，那你走远一点。你係唔係坑人掉啊？坑人掉啊！嗌條沙膠吧。唔怕哈，應該里脊肉又做該平日本的啊。對，平日本哈。我很軟，很嫩啊，比較嫩掉嘅。而家聽到學風吹嘅。一戶我破洞用吧。硬。不一擦擦哦，不一擦擦。阿婆嘅時節烏味有泡嗎？有，因為啊，因唔好食了烏味咩，你就容易炸到像麥當勞嘅薯條那種感覺。哦，哎呦，食到凍好食那種嘿。鬆鬆那樣。肥片，我想問一下，你梁生做嘛個唔會好食烏啊？烏係凍好食嘅食材呢？一不美觀啊，看起來不美觀。不美觀。他在嫌夫哎，讲一个冇好看。在熟熟的时候了呀。一个表面看起有贼贼啊，看起有就唔好食的感觉，哎呦嘿啊。哦。你唔好食嘅东西啦。误会那么久，真的是误会了。你山药没有剖过呀？对。山药没有剖过。可是白山咩较多水分，加剖加下温。我比比薄薄嘛。唔啊，呀，伊會加下油嘅攞杯硬嘅油射出嚟，射條，射成一泡，即係入咗去來同上嘅麥當勞嘅薯條同樣。你真嘅弄好是薯條哦。你幫他打2次廣告了。好啦，協力高麗哈，來咯，好香哦，來咯。哦，喜歡的哦。對呀。哇，味道可以嗎？有哦。對咯。白天都给料理的方式比較健康，不大有去煸香，對，就可以不用水煮啊，可以呀。英惠姐，來試一下有媽媽米湯嗎？你這樣滴哦，有，會不會太鹹？有，唔會，不會啊，就係媽媽米湯嘛，不會啊，我個幫飯幫得到哦，還有加胡椒粉，愛幫飯麼？愛哦，你自家煮大盤麼？啊，冇咩。下薯條通是
可以啊，同类，因为佢要懂搭先用嘅係雞髀肉，雞腿肉都運用哈。好了，又去骨，可以了嗎？走的，你好了是不是？好你啊，好你啊。剛才就夠你可以哈，等一下就做得到數咯，吼。應該差唔多咧，解下。唔怕幫阿婆一些時間。阿婆他用心啊，他都講啊。對對對。等下係鋪快散吼。還記得阿婆細細個有講乜嘅貼片讓等人嘅事情。貼片點咧啊？要孝阿妹、阿爸阿妹啊。哦，係咪要孝啊？我要孝阿爸阿妹。最近發現到東西啊，吼好食唔好食，唔係輕鬆點，而有釋出佢嘅感情。嘿，冇咁錯。對啊，大家到最後都是找那記憶裡的味道，童年的米西啊，對不對？還蠻熟呀。還沒熟。可是佢咩上身沒做的。上洗手台啦，因為你家係日本山藥哈。對，日本。係啊，做得，所以你等下練下落去攪攪的時候，做得嘞做得嘞。啊，挑梅嘞，練好調好味嗎？那上攏給回溫一下，還有下素，厲害哦。哎，你下小細節做得加富。啊，你下落去嗎？哎，下兩，嘿。好加可以。誒，你本身係學煮菜係嗎？唔係啦，我家貴婦啊，家要攏廣告嘅啊。貴婦。就話開嘛，佢就唔會做。你徹頭徹尾的形象包裝很完整誒。我們練這個已經練很久了，為了這道菜已經煮了3個禮拜了。哦，所以等一下聽出來香哦。差不多嘞嘛。差不多嘞。好，你再開火下來，好，等一下我這邊弄好就和過去就 OK 了。然後呢，也個童年的米西兩組，不講係了，表現出媽媽的味道，也係阿婆的味道，看起來都已經差唔多會好食。不過到底哪煮出來，也個媽媽的味道，真係得到師傅的中意呢？等下出來試試看下咯。好，各位觀眾朋友，對你來講，童年細細時節味道，我想到乜嘅料理呢？咁樣呢兩組表現出來都係老什麼人有相關，都係媽媽味道。先來試試看哪個呀？到底係銀龜子加媽媽嘅三比結。哎，要看到這個巧思，這個愛心可以切成這樣哦。一聽睇媽媽有真傳哦。開始嚟試試看啦，應該先學杏鮑菇凍好學哦。麻油嘅糯米整件爆到點用蛋糕去誒！哎，用唔用輕啊？你都要卡住嘅雞肉全唔會老誒。條白咩用麻油來炒？對啊，秀麗姐，你覺得呢？這道菜你剛才算是你掌廚哦，覺得滿意嗎？還 OK 啦。平常去又學散貝蓋兒嗎？有。你覺得他們做的勇敢？好食。有媽媽的味道。今天做嘅散貝蓋兒，跟媽就跟梅西好沖，我很喜歡。你喜歡不是重點。他喜歡重口味啊。沒有。我看一下，咱水做嘅山水相遇，大項嘅食材菜場嘅食道講按到山水相遇嘛，哈。對。好，抬起來了，吃看下咯。來，因為頭先卡子嘅上映，水蓮炒到凍切呢。真嘅有薯條嘅感覺，口感有很多層次。因為泡過之後，該快晒撈該糊哦，卡麵。我們聽聽看英貴剪枝的嘞，很好吃啊，很好吃哦。這片好食嘛？該散貝蓋。人去吃咖不咖米湯好吃啊？根本嘅係倆到時你對不住啊。但是你行去好媽媽嘅米湯啊？對啊。你兩三號，除咗曾經要做出阿婆嘅梅西嗎？做得嗎？做得，佢除咗凍好食咧。真係啊！因為快晒啦，糊啊，曾經要泡過要檢查。呀，出最貼嘅係講，一般人唔會按樣搭皮，一般人可能雅蓮呢炒呀嘅醬豬肉聽聽，佢老呀嘅烏味老快山搭皮用下。古時候做甘肅嘅檔，阿婆都幾隻時態程度，上百都當新潮，米湯咩當沾掉。好，馬上見到嘅時節愛多嚟，也有一點點殘忍，唔過不管用我先講哦。馬介，兩個都當好食，唔過呢，可能還有一條嘅，因為加條創意打落去，可能會略冇共用。馬上呢，先來搶齊師傅搶本分數。嚇！風水集第2分哦。看一下，咱隨就機會麼？看一下林師傅，林先生成本付出。哇！好了，齊師傅搶公平。要不本地一片咧，嗬，正經要試到媽媽梅頭，因為媽媽梅頭是講該呼叫本，到該煮嘅梅頭用凍沖，是正常安用問題。啊，該用咩
是有个层次感啦，马有蛇马有梅头，胡椒粉是胡椒粉的梅头哦。他们咧做得动吼，我本来偏的想法是讲吼，加水点因为你话平做平落去的，嘿。本机是都唔会啊下蓬松啊样嘅啦，是正常的。两片真紧都做到冻好，哇，汤起来真紧系鸡蛋里挑骨头哟，因为做得很好。真紧两片都南片。林师傅，你嘅想法咧？我本南推迄处理个食材啊，就清好，清就该部位该脆度，还有该猪肉有那个含味啊，含味有拉。含有该水莲、该脆度，整道料理都是一个很脆的口感。我们已经会记到黑米小鲜肉哈。我自己有跳。风推呢做该三杯鸡啊，就按阿婆煮该梅头。哦，挺好吃那样。好了，今日比赛成绩已经出来了。今天呢是两组4个都系什么嘅参赛者，恭喜今日成绩平分。恭喜恭喜！恭喜得到1000美元嘅加菜金。恭喜恭喜！哦，转去坐在高台咧吼，咱今日坐在得到2500块嘅加菜金。哇，那都先是按冠军。不错，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做过？真紧哦，客家什么嘢全部懂不住。先来听一下呀，跟尹贵基老太讲一下要不要参加心得。当欢喜吼，根本来了吼，煮了吼，大家吼，偏偏快快乐乐样吼，就好诶，样希望大家样嘅。其实当有妈妈嗰种感觉，当温暖。但系希望讲大家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你今日大头名哦，平手，下一拜过来参加一拜好冇？好啊。老爸爸嘅米头没带出来，好冇？好，安子生，谢谢。来，淑丽姐换你了，你今天你最酷，一开始很紧张，对不对？对呀，对呀，对呀。可是你后来又长出哎。对呀，他辛苦的。他不会啦，他凑热闹啦。你不是在我家里面有一直练习吗？我没有啦，没有练习，刚才就是平常实力拿出来而已。真给，这一次参加之后，下一次要不要来挑战？这些位置都可以给你挑战哦。还会紧张啊！坦白的歌都就不会拍谁。一回生二回熟嘛。对啦，谢谢淑丽姐，喊你拜过来参加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好，到最尾的啦吼，接下我讲到安多的话，你一下时间全部你就嘛想法咯，感想咯，大家分享一下。同欢喜啦，就做到参加咧节目，阿婆我上天师诶，还有爱成功咧，爱成功咧，就那多钱。阿姐又做到阿婆的米头咧，这应该是要哭的环节，你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？太感动了！你讲伊上节目总得流眼泪啦。哦，首先运电，运电啦，珍珠啦。哦，好啦，你下做啲讲咩咧嘛？做的。让大家讲一下，今日哦，要买重返喜嘅事情，让大家。今日动放喜来参加节目啊。做在煮出来阿婆的味道，很开心。系冇原本冇想到咧嘛。我真嘅看得出来，两家什么煮到冻好那个阿婆挑白咩就教大家讲，什么听出爱煮菜。系啊，有完成阿婆的愿望咧哈。系坦白大挑命3000块。好，好冇？恭喜恭喜！今日嘅比赛呢，咩真嘅无咁简单哦，挑战拿出无强嘅食材本太强嘅挑战，后尾呢还较无简单，因为呢你等于讲我来诠释出乌卡地度嘅米头，两组都表现都同站到大头名，两组都会第一名哦。到呢个节目都第8度哦，喊做咧谈到动动吼感动人嘅故事，非常神奇嘅故事，假使你喊要买嘅老爸爸妈妈有相关嘅故事，欢迎大家强下来上节目分享哦。一家之主呢就会传达出对料理地度有小暖嘅米头，欢迎睇自家强下来也到尾嘅分享，也冇卡嘅好米西，下礼拜再见喽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。